俊杰。可是，我有伫加油啊。我知影啊，新产品来开发，你辛苦啊。好，总经理，搁咧等啊，咱紧过来。我是讲我对你的感情。我有伫加油，要甲伊收回来，放伫原本的位置。虽然讲甲伊收回来，确实真困难，啊，不过我有答应妈，袂阁造成你的困扰啊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其实迄天我嘛感觉对你做歹势。我无应该无问过你意思，就家己大出大意，叫 Harry 挂。迄是因为你真善良啊。你想要用一个较袂伤害我的方式，互我知影，伊对我只有嫌我的感情。妈讲嫌我也是一世人的，我想想嘛是的。因为我确实就爱妈，也有你，所以我决定，我会好好做你的小妹，一世人拢不爱甲恁分开。你会当安尼想是上好的。可是。咱是一家人，不管经历过什么代志，咱嫌我的感情永远拢袂来改变，知无？不过你要答应我哦，以后你绝对袂当相漂我，爱同款遐尔温柔，遐尔体贴。哎呦，迄是当然的啊！你是我的小妹，我袂对你好。我是要对谁好啊？新产品咱来做伙加油，我绝对哦，要互你做行销业务部副总。好，咱做伙加油 ，fighting！ fighting！ 好，咱紧过。所以俊杰，你甲可心准备的是西班牙海鲜饭。俊豪甲慧婷准备的冷冻烤玉米。总经理，我的产品经过冷冻了后，就是这样呢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微波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好。阮的西班牙海鲜饭饭是用白虾高汤炖的，内面还有真侪海产，搁食会着青菜，绝对互你一喙接一喙，停拢停袂落来。我吃。总经理，阮这边是烤玉米，唔免搁另外退冰解冻，直接伫个包装顶面哦戳一个小洞，放入去微波炉内底3分钟就会当食哦。我试看下。一个是市井美食，一个是餐厅料理。所以讲，因这烤玉米若卖了好，咱咧以后咱会当开发夜市美食这一系列。啊，卡叔，恁这海鲜饭若卖了好，
那你以后要得卡，咱会当行这个精品冷冻这个路线。总经理，其实我感觉两项买使做伙卖啊，你感觉？我也是感觉吼，爱比是会输赢啦。啊无业务行销副总这个位置，唔知由谁来做才好。好，那你刷来工课，就是恁家己去包装、定价、生产、销售。一个月了后，什么人卖了好，什么人就是业务行销部的副总。加油！好，没问题。这唔是单样是你呢？你回家事你都拢无，你嘛若知影你态度是安尼哦，一定见笑死啦。是嘞。但是真正知影哦，你是这种态度，你搞会室咧，唔知伊安怎想吼。好，算我今日，我佮重新甲你回一解释嘞，请你原谅我，希望你会当甲这支手机收落来，安尼会用一无？回弟只要会当帮助俊杰做副总，安尼就好啊。只会当帮助俊杰做好做，安尼就好啊。你是唔免放弃是毋是？赶紧死心啦！陈一凡，你真就烦嘞！亲像你神经遐尔啊大条的人，是无可能了解自细汉介意一个人是啥物款的感受。感情这种代志哦，介意就是介意，哪有可能讲改变就随改变？